有风声讲，总统赖清德8月的第2届出访这中南美洲3个友邦，而且过境美国。目前总统府是拢无证实。那香港媒体《南华早报》报道讲，美国为着要顺利筹办传习会，可能会考虑取消赖总统过境。针对这部分呢，这美国国务院表示，赖总统过境符合当地政策和惯例。讲国务卿鲁比奥在伊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双边会谈的时阵，王毅无讲到这个问题。用台湾米的小饼业能甲豆丁，交台地佩来台湾的奢华蒂尼、碧流、马罩甲图瓦鲁丁友邦青年，总统赖清德表示，台湾甲邦国国政治深交有共同理念甲价值，希望大家应更加熟悉台湾，吃吃台湾的美食，看看台湾美丽的风景，然后也对台湾人民有进一步的了解。然后建立一个更深厚的情谊。赖总统去年第一摆出访就访问南太平洋友邦，过境美国夏威夷甲关岛。最近传出赖总统规划8月要访问中南美洲3友邦，各分别伫7、4甲14。过境美国纽约甲德州达拉斯，各界拢关注美方是毋是有接到中方提出的相关的交涉。Transits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high-level Taiwan officials, including presidents, are again in line with past practice and fully consistent with our long-standing policy, and such transits are undertaken with consideration for the safety, comfort, convenience, and dignity.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，赖总统过境符合惯例甲长期政策。多次出国请卢比奥11甲中国外长王毅进行双边会谈的时阵，王毅无观察相关状况，学者认为，若中方有相关施压动作，可能反映伫赖总统确实出访的日期，甲过境地点是受后续变动。如果赖总统过去纽约被拿掉的话，那表示说，中国会有一些影响力，美国做了一些妥协。我目前看起来似乎还没有。We have seen a dramatic uptick in provocative and proactive CCP efforts to infiltrate, sabotage, and divide our society. And that is why President Lai has outlined 17 lines of effort in response. 副总统萧美琴18甲驻台外国记者讲话时阵表示，面对中共文攻武吓，赖总统祭出17条行刑手段。不过也表示，政府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，而且无排除伫对等尊重基础之上，甲北京当局对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